来看目前南海到西太平洋受三风台，受到轻度风台米塔外围环流影响，东南部这几日都拢会闪大水雨。另外，轻度风台花加沙嘛有可能会通过巴士海峡划进台湾哦，有机会增强做强度风台。气象署是预告，上近礼拜会发布陆海上风台警报，后礼拜一会发布陆上警报，后礼拜二到拜三的透早影响上大，花莲、台东佮屏东哦，可能会落大水雨。现在西北太平洋南海非常热烈，短短时间内连续形成3个风台。目前上接近台湾的是伫咧菲律宾的西北边，第17号风台米塔，未来会向广东方向行，袂入来台湾。不过，伊的外围环流也是会带来大量的雨水。目前受到这个米塔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，所以整个南边的对流发展是比较明显的，一整天不定时的会出现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的现象，而且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大雨，甚至有一点点豪雨的机会。气象署提醒，对台湾影响上大的是第18号风台花加沙，目前伫咧菲律宾的东边海面上，虽然离台湾也真远，不过伊的强度持续咧增加。气象署预估上接近台湾的时，可能会发展做强烈风台。上近礼拜发布海上警报，后礼拜一会发布陆上警报。它在经过这个海面的过程当中哦，它的条件其实发展条件其实都还算蛮不错的，所以我们预估它的强度基本上是有可能会来到中台上限，甚至也不排除有一点强烈台风的机会哦。另外一粒第19号风台远行，目前离台湾非常远，超过4000公里，会行向日本，基本上对台湾无影响。不过未来也是需要继续观察。气象署提醒南部、东半部的民众，这个拜六礼拜，要先做好防灾的准备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